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辰。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今年度总预算也未删通？本来应该是去年底就要通过，是安怎？韩国瑜议长要对工党总调起声落，创纪录的立法院，敢是执政党爱负责？今仔日咱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民主进步党屏东县立委蒋嘉彬。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宪营。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咱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兼任讲座教授杨泰顺。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继续咱来看，立法院针对着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进行着调野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批评国民党的党团总调鲍坤奇拢无出现，国民党的党团干部那么也都爱无就着授权。不过鲍坤奇落尾啊也是补签着协商共识。明仔议会要来表决公投案甲总预算案，那么上晚8月17会删通。那你副总召人不来，你签字无效，那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噻。你现在通知副总召，他有3个选择：一，本人来，这没话讲；二，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三，辞掉总召嘛。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调野第3轮协商，因过会议开始，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人无来，也无授权予党团书记长林派祥。立法院长韩国瑜正罕见的受气大声骂，互伊卖鲍坤奇11暗伫 FB 发清理长文讲，韩院长辛苦了，方法可能无同，角色也无同，因过目标同款，收掉国会尊严。我想这件事很简单。家和万事兴，无声胜有声。韩院长，您真的辛苦了。国民党要团结。参加协商的党团书记长林派祥讲，双方拢有较着急的所在，大家莫过度解释。民众党团总调陈庆良讲，协商的过程常常看到行政部门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处理每一条预算，尊重北总调的做法。副总召或许有他个人的一个为党团来争取的一个做法，我们尊重。两边都是有自己的怎么讲急迫的点吧。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会期没有剩下几天，那有很多案子需要过，那这些每一个案子都跟所有全中华民国国民息息相关。那身为立院的大家长，院长当然会急。行政院感谢韩国瑜院长主持调野协商，希望调野做伙努力，赶紧完成202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莫互今年度总预算、明年度总预算加今年度追加预算互相影响。而为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为了照顾国民的需求，还有为了推动地方建设，行政院不乐见这3本预算呢形成共办效应。民进党团尊重韩国瑜院长的职权。强调，即马上重要的是总预算当时一档审查线。对鲍坤奇无来，讲是为着软性抗拒。范云认为，这种讲法是唔受说服力，和有智慧的选民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相信观众朋友这2天一定看到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真生气。我会使安尼讲嘛吼，蒋委员。是啊。哦，伊也是真生气。无受到尊重。而且，照你讲啦，脾气发了后，就是准煞，无伊个一个党团讲问讲，你有要签字，你有要签名，你有要签名。哦，新闻是对遮来空气，但是啊，咱公共电视啦，吼，咱主要也是回告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这个总预算吼，照你讲是2025年去年的8月29号，吼，送去到立法院，吼。然后这个规模才3条350亿。那么照预算法，
应该是2025年的11月上半月底完成三读。哦，啊，当然啦，过去也有经历，哦，相信老师也拢知，可能也有比如说过年啊啦，哦，紧的餐豆干照个紧落过，但是今年佫特殊哦，哦，内面坎坎坷坷吼。我也是先请教蒋委员吼，因为协商吼，你多多少少你前几个会期你嘛有去协商过。我观众朋友啊，先对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这是安怎？伊前几摆院长无发脾气，啊第5届咧发脾气，蒋委员头仔讲，大人无伫啊，你派囡仔，这是什么意思？咱嘛知影啦吼，三个党团吼。同大的就是宗教嘛，宗教就是大党编啦吼。啊，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院长主持调解协商，是一个立法院行使职权一个一定爱经过程序。任何法案有算案，一定爱送到院会要进行二读三读进程，一定爱经过调解协商。所以讲，院长有这个职务啊，来主持调解协商。啊，三个党团来参加协商的目的，就是讲。好，咱先协商，有一个共识，再送来议会表决。伊是一个要互即个立法院的职权行使，吼，较方便，较无争议，速度较有效率，较顺，吼。啊，当然啦，你后阵讲某一个党团，你讲我对头到尾，咱就是议会才讲啦。议会表决，举手人侪赢嘛，人少会输嘛，我就无要甲你协商，嘛是可以。啊，你着规去甲院长讲，院长啊，你着辛苦咯，你能免主持啊。对这个有算案吼，阮猫咪党团阮足坚持的啦，吼，啊，着输也好啦，赢也好啦，会议你着直接二读表决就好啦。但是呢，这种动不动就用表决的，过去国民党在批评啊嘛，你动不动就表决，你是安那靠多数哟，哦，安尼压价就是过，好，这个伊讲多数暴力啦，所以讲立法院是一个要讨论的所在，立法院是一个需要协商的所在，所以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咱才会规定讲。一定爱委员会审了，爱送来院会二读三读，一定要经过一个调解协商，而且时间1个月，无超过1个月你袂使送表决。意思讲1个月咱好来讲一下，小冷静者，大家民主国家就是讲一下。但是呢，我感觉昨啊问题出伫倒呢，因为报军区宗教吼，伊当然就较霸气啦。其实过去我参与的吼，我嘛做过3中啊，我去参加调解协商时阵，院长当时真好咧啊，报宗教啊，你的看法咧？一个问，吼啊！当然，即摆问题毋是报宗教讲啥，是根本就无来。啊，为什么最近报宗教无要来？因为进前呢，伊曾经一度先甲人相骂嘛，毋是人甲相骂啦，伊骂迄个3字的啦，骂3字的了呢，对迄个开始啊，就无出现啦。是毋是见小灯想讲骂3字的，安尼歹看，就无爱来。但是院长毋是安尼想啊，你本来你。协商你有脾气，好啦，妹妹就准煞，你人爱来，是尊重这个体制，毋是尊重我院长。我院长只是照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我坐这个位，我也不比大家大，但是你要尊重啥？尊重这个体制。这职权嘛。啊，你后阵无法度来，请假嘛会使，你就授权互你的3中的另外2个嘛。伊无授权。伊无授权嘛。啊，大概院长问过迄个因的副书记长讲，书记长啊，会使无？伊讲伊无啊，伊无法度，无授权。无授权，你2个坐伫遐无现场打电话问嘛？我迄讲现场，迄就倒闹开啊！都讲啥物？哦，这个蔡宗教是咧看电影，陈宗教是咧这个掠铃，这个鲍宗教是咧拍麻将。你有看到这段无？我看到足趣味的呢，讲哇，这院长嘛，介心声呢？人问讲。既然鲍宗教无来，是毋是敲电话去请示一下？比如讲，蔡宗教咧看电影，你甲敲电话问我，鲍宗教啊，蔡基昌啊，这会使签无？问到陈清良，我讲陈宗教啊，你后阵咧拍麻将，你倒手咧拍，你正就甲阮回一下，讲会使无？介绍讲看电影，讲咧掠铃，讲咧拍麻将，讲着鲍宗教讲伊咧拍麻将，我感觉讲吼。韩国瑜伊讲话吼，这个院长啊，伊讲话吼，其实有艺术的啦。为什么讲到民进党的宗教是讲你咧看电影，讲到你民众党的是讲你咧掠铃，讲到破军是讲你咧拍麻将。这是什么意思？讲后阵宗教无来，这正经的代志你无爱来，你伫遐咧学5、4、3，伫遐咧享受，恁的
恁的副手三中的其他两个敲电话甲你请示一下，你只无嘛甲讲会使袂使？委员，过去敢有即个党团的总调伫协商的时阵无出现而且无授权的，敢有即种例？其实是安尼啦。过去咧主持的时阵吼，拢代签啦，三个人无一定拢交文嘛。迄个时阵无来迄个人的名，你就替伊签伊的名。当然授权。当场你就甲签啊，签伊的名讲代，定定安尼啊。阮来党团的协商哦，定定这进行咧，有当迄是议场后壁。所以这是三人一体就对啦。你若总有到场，你当然代签嘛。啊，无你到场，你无得代签，你来创啊？是毋是安尼？知影回答。是啊，你来协商就是要有一个结论。啊，你后总讲无同意，你就讲无同意，你就讲无同意，对无？啊，你讲我无法度呢，阮宗教无伫的呢，啊，恁宗教无伫的，无你来创啊？所以，阮过去的三中协商三个党团，一个党三个，9个拢写甲济。有当时有人无来，边仔人就替伊签名，啊，甲写一个代。吼，迄就是讲协商有准绳。你要讲有签名有代就会使，因为规定是爱啥？爱党团三中三个人名啦。嘿，才有遐准绳。啊，你若总讲宗教无伫的，我开始代啊，啊，我负责啊。啊，等于伊讲无呢，我无同意呢，我互伊骂尔啊。但是你既然敢出来甲人讲，你得要有代表性嘛，啊，无莫出来嘛。咱先委员先停一下吼，我爱互即个詹议员吼，虽然你是毋是立法院吼，但是你安怎看待讲？因为这已经毋那是民进党，也是民众党台议论纷纷哦。今仔日继续咧发家讲哦，其实这个报总调吼内面咧写的千字文内面，其实是其他的这个国民党委员替伊代笔的。哦，这敢若哦2028的路线开始要分立啊？敢是安尼如此而已，还是讲纯粹就是无敲好、无讲好，还是安怎？因为其实我所知，这个韩国瑜院长进前已经讲过哦，讲恁都要来哦，你要甲报总调讲哦，爱来哦，有甲讲过啊？啊是安怎？你有敢要听过什么消息呢？需要我们批判者。哦，其实我感觉两个拢无毋对啦，因为两个扮演，因两个是无同的角色。咱即摆看讲啊，你这两个拢国民党的，所以因两个就一定爱搬共款的这个戏路，其实袂使安尼想。因为韩国瑜伊即摆做的，伊即摆演的是立法院的院长，啊，报总召伊演的是国民党的总召，所以这两个你爱安尼想，第一你爱安尼想，所以立法院的院长伊当然有伊的责任。爱互立法院的协商啊，立法院的这个议程的审查，爱互安尼照步爱直直安尼来啊，有进展才对。所以5届无来，当然立法院的院长伊爱生气，伊若无生气，伊是要哪坐迄个位对无？咱安尼讲对无？好，所以不管多一个党派、多一党的人做立法院的院长，伊咧召开这个协商会议的时候，啊，你无爱来。啊，你嘛无甲请假，嘛无甲授权，啊，当然你会生气，这是对的。但是咱一方面过来看这个报总召啦，吼，伊想要抗议，咱来想，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你民进党无搞当作一回事，啊，你不附属，你不执行，啊，即马医生你要爱的钱你要爱，啊，我来审查过，啊，你钱你要开，法律你无爱执行，对无？那我咱来做一个国民党是立法院内底上大的一个党团的总召，啊，你主导不管是蓝白合作通过法律，结果执政党、民进党无甲你当作一回事，法律我无爱，我无介意的，我买签，钱我要爱，啊，你做一个总召，你会抗议无？抗议嘛，对吧？抗议，所以我的意思是讲，今仔日这个国民这个，有啊，你讲上岛啊抗议啊，对啊，但是抗议不就是像他说，这个蒋委员所讲，你个规矩就卖协商啊，无上无话甲院长讲，院长我无要来啦。咱就卖协商啊，咱直接举手就好啊。对，所以我讲这个咱就要从不同的角色来看这个代志。所以今仔日这变做一个僵局啦，都怕世界的一问题。这爱先来向前来套。咱来讲，这个拢
有责任啦，吼啊，这个责任吼，咱民进党嘛是要来思想，第一，伊确实是执政党嘛，吼，法律伊爱执行嘛，议程到尾嘛是伊爱开嘛。你是讲拜托民进党去甲报章了，毋是炸出来哦。民进党爱去思想讲这件代志的源头是啥物？啊，人是咧抗议啥物？对无？人是咧抗议讲，我的法律你搞，你的三读通过，你讲得真对啦，啊，因为马上下年度预算你要出来啊嘛，吼。你马上就要出来，就要上来啊！吼，咱来看下一个会期，看有改变，大家你执政党嘛要反省一下，知影讲要安怎？因为将来，毋捌讲议程新查350几工无过嘛，但将来毋捌讲咱立法院通过的法律你歹签嘛，所以这两项拢第一摆发生嘛，咱就要来思想这到底怎样负责任。我来问这个蔡老师，你认为即摆目前要安怎改善下一会期、下一年度的这个总预算？莫安尼请假遐久着。对啊，就是讲立法院袂当根据宪法70条，袂当增加预算。啊，因即摆用啥物手段？用立法、用法律来编这预算，而且无甲行政院即述，即讲啊，恁的意见是安怎？因为咱即个宪法的规定，国会袂当增加预算啊，会当抬预算。但是因做法就是讲，无要紧，我就通过法律，吼。几百亿、几千亿，吼，来增加预算。啊，你无交行政院参详，我问你啊，迄总数的钱全部若拢开遮，啊，其他编预算的权利是行政院啊。啊，你是拢一定要通过法律，啊，佮要求伊一定要执行，啊，佮讲吼国防预算已经开足济啊，所以拢来抬你的预算。你伫法律上恁就徛袂掉啊。你佮伫遐要求讲好，一定是那我会心遮久。所以蔡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下会期。希望下一年度的这个预算的时阵，啊，这个在野党唔通够用立法的方式来增加预算，爱去找执政党诶，这个行政院啊，行政权的人去好好讲啊，你这该减，你这爱这。因为有大幅增加税出甲减少税率的部分，这预算法91条都有规定啊，足清楚的啦。吼啊！过去宪法的解说嘛，甲你讲吼，你这钱，你甲变用法律去用的时阵，会变做讲啊，你就变做交美国国会共款嘛，啊，就拢增加预算啊，啊，问题是钱要对来。蔡老师，即摆还佫一件代志吼，是调解协商了，还佫600多案拢保留哦。对，我知啊，但是等一个委员来讲迄细节啦，我要讲的就是讲吼，伊这95抬一个96%，今年的监察院抬96%啦。等于要甲考窟啦，咱台湾话讲诶，迄规个窟啊吼，拢甲考掉啦，互伊也无水电啦，无法度买卫生纸啦，要甲关门啦。你敢知影？有人抬到即个，毋是抬啦，迄毋是抬，迄叫做站啦。咱台湾话讲叫做站，全部甲站掉啦。啊，你要站掉监察院嘛会使哦，你先修宪废掉监察院。你用即个手段，迄可能较远啦。我的意思是讲。其实，民众党团吼主张通案删减差不多592.64亿，比较过去通删吼，差1%，这是通删1/3呢，2/3呢，剩到1/3安尼呢。对，我意思是讲吼，伊部分拢要甲你动，也要甲你抬。啊，你无够了，佮偷这个全部的，拢要佮来抬几趴？伊今年佮甲你讲，嘿，叫要抬年叫要3%，中元节就要来啊，要刷啊，哈，就要刷啦吼。啊，咱来想讲吼，看未来你希望会当安怎？未来就是食饭缴盐嘛，哦。啊，就足简单的啊，因为都无钱啊。老师咧笑，食饭缴盐，咱这血也袂悬呢。蔡教授的这意见，我小可无共款啦吼，我小可无同意啦，因为拄蔡教授所讲，迄是踮咧审查预算的时阵，立法院袂使去增加，增加这支出，这点是法律宪法嘛规定安尼，迄无毋对。那毋过你即摆是这立法院通过一个法律。讲这法律内底都要开钱，法律一定政策的实施哦，一定是要开钱的啦，对吧？啊，你若讲你袂使讲通过一个法律，叫行政院来开钱，啊，你若即句话来讲安尼，那立法院啥物法律拢袂使通过啊？啊，踮咧美国有一个机制，咱台湾就无啦，
美国是安尼，你通过一个法律讲要开钱，啊，这钱要拨来无拨来，搁由这个拨款委员会来做决定，搁另外一个委员会来甲你审查啦。啊，委员会拨款委员会来同意以后，再个送去五省委员会吼来做这就经过的这个吼总和啦。杨老师听起来袂歹，啊，咱有通安尼改吗？咱都无这条嘛，咱都无这个拨款委员会，你嘛后壁在过门嘛。我的意思就是讲，咱即摆有通要改无？即摆无法度啦，咱即摆讲这现实的问题都要解决啦。老师，无假讲的啊。无假讲啊，所以就咱都按即款问题拢塞互即个即摆这总务省的这审查顶头，再发生今仔日即款问题啊。嘿咩？啊，你若要改变这组织这结构，吼，迄就是未来吼，到大家过党派再来参详看卖嘛。啊，即摆的问题实在嘛无想讲，像蔡教授讲遐尼严重，讲咱大家即摆以后都食饭缴嫌吼。因为照即个五省法的这第54条的规定，吼，你即个五省若无过，就照去年的即个编列的五省继续来执行嘛。啊，这点是咱台湾比美国较轻松哦。那条要照美国的规定，美国都爱即个条件。无，美国按国会爱通过一个叫做要 continuous resolution 啦，都延续的决议，你才会开始动去年的这个五省的这个规模啦。咱台湾无啊，咱台湾你只要你无通过这五省，无照时间通过，就照去年哦，直接沿用到今年啦。哦，所以对这行政单位来讲，伊嘛无要无紧啊。我反正除非讲这新兴的这计划吼，无法度执行了啦。啊，我去年比如讲这买卫生纸，这钱拢无问题啦，迄个人事的费用，迄拢无问题啦。所以就是安尼再造成今仔日即款僵局嘛，因为无人真正讲去低调嘛。哦，啊，大家拢会知，然后就看这政党的协商安怎。咱是有影知影讲，事实上有一寡社会福利啦，啊，一寡政策，所要用的这个包括长照啦，吼，有受到影响。新的计划，新的计划受到影响。啊，这个延续性的应该是还搁咧继续咧行啦，因为反正唔知要生我当时嘛。即我来先来问，这个张委员吼，到当为止这600多案的保留台协商，美妙600多案是要安怎协商啊？是无差啦，因为吼，我2016我来立法院第一年吼，迄阵是员工有史以来啊。民进党伫中华民国立法院唯一有头一届过半，但是迄届呢，在野党为着要杯葛有算的审查，嘛是用迄种透明无断电的杯葛方式，都是一直表决，一直表决，一直表决。迄阵哪是啥物600几案，几落千啊嘛咧表决，表决是无差啦。你讲真正拢安尼拼表决吗？无啊，过去嘛是啊，规暝都无困啊，伫遐咧举手表决啦。大家回想2016就是安尼嘛。2016就是安尼啊，迄个送出来案几落千案啊，然后暗海战术啊，对不？所以讲是毋是案伤多，阮就摸得出毋是嘛，是根本遮的三社是无效的嘛。然后1年门仔叫小效，2年门仔叫中效，3年门仔叫上效。即摆因咧做4年门仔无效啊，无即个效。为什么讲无即个效？因为有宪法第54条杨教授咧讲的，只要讲行政部门甲立法部门，个人有个人的职权，甲个人的义务。行政伊的职权就是啥？伊爱偏有算。啊，立法的职权就是啥？就心有算。啊，57条讲较清楚，你行政部门你爱按时间甲总有算案送来立法院，有无？有嘛？去年8月底进行就送来啊嘛。规定讲你立法院收了了后，你爱限期内底审查完毕，是当时爱审查完毕。今年都有算，前年度会11月。只无你12月底啊审查完，所以呢，只要你无审查完，即马球才走去倒位，走来行政机关这边啊。立法院无照时限审查完了啦，安尼年度开始啊，钱要哪开？哦，钱就简单，照顶年度的执行数额，顶年度的执行数额就你据顶年度统计有算，吼，啊你执行偌济，比如讲顶年度统计100亿，结果呢100亿开到打拢开到完，那你今年度就应开100亿。顶年度啊，种立法院统计100亿，叫行政机关你执行到88亿，安尼今年度你就照这88亿来开。
而且都规定介严格哦，唔是讲哦，你就传播吼，哇，足欢喜哦，你连欢喜无审查了吼，我行政区我就甲旧年度的执行数起来，我就安那开就安那开，嘛无哦，安那爱照实际上来执行。比如讲临时人员的薪水是逐个月领的，旧年度后总讲，互你一笔钱哦，互你1000万哦，1200万要来发予临时人员，旧年度是1200万，你讲今年要甲临时人员调一个？哦，迄唔敢呢。无会使啊，你行政院会使讲啊，我旧年吼，我这机关的行。那我是公务员，我唔敢。唔敢啦。我惊讲佫开落去，到时阵甲我追回。无，我来讲好清楚吼，这是法律的规定。临时人员，假设讲旧年都是1200万的薪水，一个月开100嘛。啊，你想讲今年都物价波动啊，我互临时人员增加一个，我要用1500万来发予临时人员，对不？结果呢，立法院无同意哦，讲哦，临时人员开遐济，无啦，无要甲你统计，啊，无要统计，我要安怎开？人来上班，我互伊薪水无？照旧年度1200万，一个月开偌济？开100。即摆到8月份啊，头前已经700万开出去啊。即摆立法院讲啊，这临时人员无需要啦，统统抬啦，哦，这1500万吼，你欣赏来讲，我当买互你，啊，人1月到7月薪水咧，已经领嘛。对啊。啊，领后阵讲你立法院真正拢抬了啊，对无？抬了啊，我8月份、9月份我就无法度开薪水啊嘛。我就讲啊，请恁倒去食大鸡，因为呢，恁旧年一个月开100，1200万是立法院统计。立法院今年我要甲你加薪加到1500万，但是立法院无统计，但是因为当时无统计，我唔知1月份100， 2月份100，开到7月份100， 8月份100开出去了后，立法院讲。无咯，今仔1500万，我通买互你，啊，我互你头前花了800万呐，人就领去啊，无你免啊。政府也毋是讲叫人来做代志，毋免扣人钱呢。要追回吗？无法度追回，你甲送对。你是叫迄个机关的首长来交，还是叫迄个工友、迄个临时人员叫交倒来？无可能嘛，开就开出去啊。同做是安那，我甲你谈下了，7月份、9月份开始吼，啊，你莫来啊，因为呢，我本来要甲你1500万，甲你加薪。莫讲1500万啦，即马连1200万连一角都无啦。安尼9月份开始你等去食大鸡，啊开出去800万呢？委员，这敢有实际的？因为这有牵涉到拢派遣的人力吼，当时拢签1年的呢。啊，若叫人8月份就叫伊开路那赛，这会是违反着信赖保护原则呢？因为临时人员吼，伊的经费吼是算业务费啦，啊业务费吼甲正式编制来。吼，迄都无共啊！编制你是公务员对无？政府请你来做公务员，请你来做教授。我是照你的月俸是照年度大型呢，有聘书呢，迄是袂使啊。但是临时人员是讲，我就互你1200万临时人员，有代志叫来做，无代志免来。但是你就1200万来开，袂使开超过。吼，啊不足的吼。所以我咧讲意思讲，这个核实动资啊，这都是这是介严格法令呢。拄啊杨教授咧讲美国啥个，咱无美国较好，也无美国较歹。咱的意思讲，立法院你无照时限完成，安尼人行政院要哪支出，就照旧年你审查价，照实在上的进行。但是比如讲，我今年度我这个机关，我的电脑要维护，我的资讯系统要维护，我需要1000万来维护。啊，我旧年是编1000万当期啊，今年呢，我讲要编2000万，立法院还未审查过。啊！但是我资讯系统爱维护无爱嘛？电视害去要安怎对无？好，啊！我毋知招标，我招标互蔡教授，我会用偌济来招标？1000万啊，因为旧年统计嘛。啊！1000万，伊讲1000万啊，即摆物价波动呢。你1000万互我通知甲你做到6月底。好，会使无？会使，我标出去。啊！结果伊个服务厂商就来甲我维护到6月底，还是维护到8月底？伊讲啊！恁都还未拨钱来，我后壁无甲你做啊。安尼会使无？1000万互伊，但是后壁呢，立法院拢删下了啊，我就无钱都来请你来维护啊。所以毋则讲，因甲司法院遐资讯的维护系统删下了，会造成啥物问题？即摆法院要出传票啊，要调人啊。法院讲来，书记官，你甲我通知迄张嘉宾，无啦，资讯系统即摆无人咧维护啊。用手写。都有一个，我嘛曾经遇见的，迄个电子脚镣啊。有个人你惊讲伊偷走，对无？已经叫你先交保，你伫厝内，但是还未宣判进程，你袂走，电子脚镣对无？扣掉迄个卡扣吼，迄嘛是电子系统呢。
竟然有一届立法院甲迄个系统啊钱删掉呢？删掉。啊，司法院就讲，啊，你在删掉，啊，遮个人，我就莫互伊交保好啊，因为交保了，伊伫外口拍走，我毋知伊走去倒位啊。所以你删下这条，你是要叫啥？叫讲袂使交保，统统抓起来，等听候宣判，还是讲交保了呢？随在你走，哦，随在你去偷渡，现在再去走。所以呢，删下一个有算，你要看用途，而且讲超过去年核定的法定有算的删下，就是4粒门仔的啦，无效嘛。法律就甲你规定啊，你行政部门就应照这开啊。只是行政部门呢会较尊重，讲咱即马吼开到8月初啊吼，即马这个有算可能互删下了哦。主计处就讲啊，莫得开啊。所以即马做者部门啥？因一寡定期的维护，逐个月要叫人来清洁人员呢。即个月吼，你先莫来啊，因为呢，即马立法院改成甲阮的三峡到阮的数位吼，已经超过去年啦。啊，阮即马互你差不多付到8月，9月恁要来清洁啦，因为可能9月份阮就无钱通互你啊，敢是安尼？一定是爱安尼是嘛？啊，所以讲这立法院咧创啥？克服即个临时人员这业务费啦。对咱整个机关运作的设备的维护费，也甲你克服啦。吼，这个政府变哪运作？政府毋是服务啥？服务这个官员呢？政府是咱开门是服务民众呢。柜台业务电脑拍开我袂当直。张议员，你要申请的资料，我即马电脑无人维护。你听我有诚时，我再来处理。我是好奇吼，张议员，按台北市议会，敢有发生类似的代志吗？我无发生这款的代志啦，吼但是我小可来回应一下吼，大家委员所讲的吼，咱做民意代表吼，大家要思考一下，咱在国家是安尼吼，主要就是行政的系统嘛，对不？立法的系统，跟司法的系统嘛，行政权、立法权，跟司法权嘛，这三个权力互相运作，美国嘛是安尼嘛，对不？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你今仔日投票选出一个民意代表，不管是立法委员，或者是台北市议员，还是市议员拢好，请问你选出来这个民意代表，伊的权利是啥物？你感觉伊的权利是啥物？伊的权利，大家感觉讲伊有权利，就是第一质询嘛，对不？质询，甲这个行政的官员做无好的所在，甲妹妹质询嘛。第二个是啥物权？议审的审查权嘛，对不？你上议审来，我就甲你审查嘛。这两个权利是所有咱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上基本的两个权利。无这两个权利，你等于是甲民意代表的迄个。敢若迄个老虎的喙齿，你甲扳掉，想要插你？我讲一句较歹听。这无袂歹听，这就是你就变做无喙齿的老虎嘛。行政权要插你无？无要插你，因为安怎？第一，你也袂当质询我，你也袂当骂我，你骂我无你甲你信道，无你甲你插。张议员，咱来问吼，如果你来看讲立法院安尼咧创吼，安尼咧处理，你认为国民党党团到哪为止？说者所为，你认为国民党党团其实爱检讨的是执政党？我认为吼，咱头路甲即马所讲的，这拢是技术性的技术的做法。真正的问题是行政院甲立法院咧对抗，立法院甲行政院互相无尊重的结果。这个原因若无解决，咱讨论者拢无较绝。所以你是这50版，遐50版意思吗？但是开始是行政院的，因为行政无啦，我来讲，咱们讲怎样开始？这阮节目吼，对去年盘古开天就开始咧讲，当时开始的啦。咱即摆想讲要安怎来解决啦？那咱主要就爱看执政党爱负上大的责任啦。你若讲各50大板，我想嘛，50啦，决70决30，执政党爱负上大的责任。你想看嘛哦？你质询我也无你甲你插，你预算对无？你质询我，你立出来的立法律我嘛无你甲你信道，我嘛无甲你签。你甲剩一项尔，你甲剩一项权利尔，合作审查议审。好，你甲剩一项尔，你是。议员，即马还有人事权，伊嘛无甲你同意啊，像所以这拢是技术性的做法。当事会甲蒋万嘛无啊。共款，这拢是所谓技术性做法。今仔日你无尊重我手头阁剩啥物权利？
村好啦，预算，搁你头拄讲的人事啊，民事的动议款。即马监察院拢无委员。无啥啊，啊伊 NCC 嘛无委员啊。啊，但是伊就存这嘛，啊因为伊的尊严，伊的代表人民要申诉的权利，拢互你安尼甲你站你涂骹底，伊本来会当接受。所以我即马所讲的是讲，我意思是讲，这是立法委员、立法院为了对抗行政院的一个手段性的做法啦。咱即马爱解决的是，你是安怎行政院甲立法院通过法律，你拢无爱签、无爱执行，这件代志无解决，所以影响到遮。咱若迄件代志无讲，即马干来讲即件。啊，比如说你较早甲我献喙批，对无？献了后，即马讲啊，咱来啊签的吼，啊我现在医生要，啊你较早献喙批的代志，你哪唔讲？我即马唔是要检讨，因为咱来检讨差不多年外啦吼。我意思是讲，现主席尤其8月17要来三读通过，啊，但是还佫其他，包括还佫其他600多案要来，像头早蒋委员讲，迄不要紧啦，迄个马上就当处理。对，迄我同意，迄拢是技术性做法，只要两边互相尊重，但是这拢会当解决。我实在是。无法度感受讲，迄技术性的代志吼，引导安尼，通好，实际上是整个政府即啊目前的运作，甲预算，但是现不现就是年外嘛，就是安尼啊，所以这敢是简单的这技术性的问题吗？这确实是，我认为啦吼，我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安怎你知影，伊的源头无去甲解决，因为是我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讲，因为伊若无安尼做，你规去甲立法院废掉好啊？安怎你知？无可能啦！变做安怎你知？政府有卖去互废掉了，不是，你立法，你立出来的法，伊无你甲你信到，啊你议算，你嘛爱照伊所讲的来通过，对无？啊，即马头拄教授嘛有解说啊，你就算无甲通过，伊照旧年的来执行啊，伊嘛感觉讲。哦，伊嘛是会当得过啊，对无？对无？你即马三峡这都无效的嘛，啊，你三峡爽的，无啦，啊，你就爱互人照旧年度的法定有算的执行数去行。啊，你即马三峡甲超过头，啊，这是啥？伊这就是你都无你甲尊重，伊这就是为了要甲你对抗，你无甲尊重，你就伊就退休买来就好啊，就退休买来参加调查，因为退休无参加调查小，唔免互。院长伫遐做规就阮台北市议会，阮通过的提案，咱的台北市议会哦，32个局长、局处，他们都照安尼来执行。那阮当然嘛，感觉讲阮通过的代志，你有去执行好啊？啊，你上来议程，阮就尊重嘛，阮大家好甲你审查。即马是毋是安尼嘛？现在变成讲行政权甲立法权互相咧相搭嘛。议员，你讲的，咱收着啊，观众朋友啊，充分了解吼。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嘛。你的立场就是认为，这执政党爱负上大部分的责任嘛。没错。好，来，蔡老师。但是吼，毋是讲你有这个权利，你就当乌白用啦。恁的逻辑就是讲，我立法权我上大，吼，啊，你要表决的时阵嫌讨论就无法讨论，恁拢欢查也就走啦。你会台北市议会时，你甲伊讲啊，大家无共款政党，多数无共款，嘛紧拢会当互你表示意见。啊，而且你修的法律内底的内容，明明就甲你宪诉法已经解说讲这已经违宪啊，吼！伊即摆甲你讲啥？我这大法官拢无爱互你过啦，你无运作嘛无紧啦。恁的立法委员讲的是即个物件，会变做啥？即个国家，互恁武家安尼，你搁讲我就是，这是我的权利啦。监察院你要废掉，国民党过去嘛3党无做啦，结果恁执政了开始监察院继续运作啦。所以我讲吼，唔当暗顿无煮，滚水搁做汤啦。我的意思就是讲吼，你逐个连讲国民党嘛会执政，啊若民进党安尼甲你用，拢无互你过，拢要甲你创的话，你有啥物想法？吼，啊你讲迄法律的部分，咱唔是美国迄个国会啦，咱台湾的国会制度是英国甲半总统制。英国的制度就是讲啊，英国财政部长讲，你若大家国会议员拢安提这个案啊，啊若拢通过了，啊我就倒啊。蔡老师，我另外简单的道理啊。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调查4月份的时阵吼，是有强势讲要求行政院半当之内爱摕到军警台牛吼来修法。对，伊讲10月份要编，你讲我知。
伊10月份要编，这件代志毋是讲行政院就无做啊啦，但是伊用这甲你卡啦，讲吼，你这就是无爱编。哦，啊，行政院编的时候有可能无完全照国会迄个，因为预算的部分足简单的，像咱行政院爱编，伊伊这关键的台语调整案预算，行政院嘛无编咯。对，无啦，10月份吼，委员伫遮，我有去查这件代志啊。即摆用这甲你卡讲吼，但是恁领一个薪水，恁是安那？旧年底就爱新的预算，你拖到真8月啊！这主席爱做出来，啊10月份就杀出来，所以10月份也未到嘛吼。这全球无人安尼，全球无人安尼啦，因为根本唔是讲吼，到底这个加薪、这个偏这个预算，到底行政有偏无？咱的财政纪律法第5条就讲啊，中央政府各机关或者是立法委员所提法律案，要大多数来吼。大量来增加政府的税出，或者是减少税率的时阵，爱先具体点明要弥补的资金的来源嘛。所以当初时行政院无爱签，无爱讲同意讲在野党所通过啊，要甲军警加薪哦，好啊，你要加薪容易改好啊，当然当好嘛。财政纪律法就写到出清楚嘛，你要加薪会讲，不要讲，啊，你要对政府的倒一条预算吼，收入吼来付这条薪水，啊，无你个对无？我就讲，我今仔日我来恁公司，我讲，头家啊，哦，这吼，因为主持人吼薪水伤少啊啦，嘿，甲加一个，哦，对吧？甲加一个，啊，你嘛好，对无？啊，但是我去当事的，哦，啊，当事的就问啊，问讲，啊，张当事啊，啊，你要甲咱张主持人加薪，啊，请问吼，你要对倒一条钱吼，倒一条收入来支出？啊，你要讲袂出来，咱当事的就免讨论啊嘛。所以歹势啦，甲你吼，考虑做艰苦的吼。所以讲呢，我是认为讲吼，咱的这个黄主持人伫遮咯，我毋是要甲你相害，但是呢，咱做头家人，立法院等下头家董事会要提议，讲要甲咱的总经理、咱的黄主持人要加薪，啊，你要来甲董事会其他人讲，我这条钱要对倒位出，啊，哪个毋了讨论，啊，即摆就无啊，在野党咧提出这个加薪增加支出的这个法案的时阵。伊也无甲行政院讲，咱行政院内底有倒一条收入吼，摕这条钱来支出，这是法律内底规定的哦。财政纪律法是立法院通过，啊，为什么有这个财政纪律法？之前杨教授咧讲的预算法、宪法，迄拢过去。财政纪律法就是法甲尾下呢，立法院不管是倒一党，包括民进党顶届执政的时阵，嘛有曾经要提议要来增加福利。对无？增加福利，要大家讲啊，这样袂使。即摆大家拢要做好人，啥看到钱，还是啥看到立法院多数，就要来替大家来加薪。安尼呢，爱先甲行政院问看卖，有钱通去加无？是安尼啦，毋是讲无爱骗啦。啊，你要甲人加薪，你咪讲要对倒位支出。来，我先和杨老师小讲一下，这陈议员你再报哈。今仔日变甲这僵局吼，主要原因嘛是双方对方拢无信任啦。哦，想讲对方要变才提出来，要互我呢下不了台啦。哦，咱该想看卖，国民党主要的支持者的来源，都是款军公教人员嘛。啊，你即摆，伊马我甲抬伊的这退休金，哦，甲这冻涨伊的这薪水，哦，一寡军公教拢跳起来，拢扑起来。啊，你踮即款情形之下，国民党若无为这军公教来出声，你要叫以后的选举要安怎选落去啊？啊，永远变一个小党嘛，所以啊，你即摆你看，你行政院你也无放出一寡善意啊，哦，你若讲放出一寡善意，讲咱拢共一个国家的人，吼，咱家己莫闹甲安尼，吼，我做一寡代志，做一寡姿态，吼，互咱这对立吼，莫遐严重，安尼我相信今仔日国民党还是讲民众党，伊要来闹，嘛无这个合法的这立场来闹。杨老师，无我讲了，其他。要行政院这方面，还是讲总统府这方面，其他有真侪机会吼，会使达成这款和解。老师，即摆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已经发生啊，就是讲补1月份到7月份的这个退休年金吼，甲补起来，有可以补啊。伊嘛，你即摆个送，无你即摆送大法官改写迄个甲退回嘛？恁甲两件代志人参啊啦，两件代志无共啦。一个是年金改革已经退休军公教。因照过去立法院哦，立法院伫蔡英文时代时阵通过年金改革，是因每一年度的领退休金会愈来愈少。对。但是即摆
在野党多数啊嘛，伊讲党诶袂使再减嘛。好啊，这个法律有效无？这个法律目前是咧执行的。目前是全区目前执行的。但是你讲的军警加薪，迄是另外哦。现职人员的加薪是一回事，已经退休的人员的年金，是毋是继续照进前的立法院的通过法令继续参加？迄是两回事啦。我的意思是讲，行政院嘛会当拒绝来执行，敢有法度？伊即摆都拒绝来执行啊！伊即摆上这大法官解说啊，我上大法官解说啊，佫足久的啦。是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叫立法院要哪做？一个是不负责讲，伊要哪做？军警现职人员的加薪。你也无甲行政院问过，你立法院通过一个法案，就讲因都爱加薪水。行政院讲我路上编袂出来，我无附属，迄无附属哦，我做袂到啊，我无得做啊，对无？你也无问过我钱要对对来。但是公教人员退休的年金改革，迄是伫民进党多数、立法院多数时通过，讲爱已经爱经过10多年，逐年减。但是经过即马在野党多数对无？伊甲即个法案变过啊，法案袂使得写。啊，袂使这写，这个行政讲安尼哦，安尼较有延续性，伊清视线。但是呢，考试院有无？考试院就是照立法院通过，迄个法条已经是补啊。所以讲吼，两个代志要难参，一个是现职的军警要加薪水，你爱问过行政院有法度无？我的感觉是讲，其实行政院嘛有释出善意啊，种啊，然后你补啦。迄是考试院的官职，退休人员的年金是。考试院咧管的，毋是行政院管的，所以考试院已经照立法院修改过法令，无都继续加三下，迄是退休金的年金，甲即马现职的军警要加薪，迄是两回事。哦，来，我有杨老师就补充者。其他你行政院呢是讲要表现一寡善意吼，即马大多咱大家讲起就讲降战院的这人数啦，吼 ，NCC 的这人数啦。你刚才你是合一制的啊，你嘛是虽然讲会在个人行使职权，嘛是嘛是爱经过这个决议啊，再执行的啊。啊，你甲插几个国民党的人，也是讲蓝营的，就思想较接近蓝营的即款。我的印象内面是有哦，有啊，你结果你内底插你迄落，他们党产会的人，还收你国民党的，甲插在内底，啊，你想讲国民党的人想要怎想？我你甲对付我，然后你提名迄恁屏东的廖婉如，廖婉如随互因内底人叫，伊就讲我不爱接受，提名着国民党的。老师啊，像廖婉如，因就无接受咧。这两个啊，两个敢不够，所以这两个唔敢做啊。你若3分之2互人，就爱较济就对啊。你3分之2互人来人紧。补充一下，提名国民党的敢有过啦，啊，其他民进党提名拢无过啊。中选会的委员就是安尼嘛，就是讲伊拢要提名因的啊，吼，啊因的过啊，啊协调好的，恁的我无爱互你过。其实我感觉安尼是袂使，因为大家讲有解说过啦，这提名的权利是总统。老师，你有同意尤老师他说，袂使用进动比例，你刚才伊袂使用并重比例吗？袂使用进动比例，但是你若提名毋是民进党、国民党其他的人，伊嘛甲你讲吼，啊这拢是总统的人啊。其实我讲这个代志无解啦。为什么监察委员无适合用政党比例？因为宪法内底写甲清楚，监察委员爱超越党派独立行使职权。你要叫超越党派独立行使职权的人，互政党来甲推荐，啊，伊要哪独立，伊要哪超越党派。所以讲，咱的内底司法院的大法官，伊嘛是爱超越党派独立行使职权。咱的监察委员修宪了，嘛是爱超越党派独立行使职权。咱国家的国防的军队。嘛爱超越党派，咱台湾、咱的政府、咱中华民国领咱税金的这人，伊有几个是爱超越党派？这几个大法官、监察委员、国军，宪法也较清清楚楚。但是实际上过去的实际运作内面，还是多多少少爱有一寡，比如讲廖婉如，就是这种考量。迄是总统加推荐，总统加提名。总统刚有讲来国民党的党主席，吼啊来电立文，恁希望啥物人来做监察委员？无啊，袂使，迄个算袂使，嘛是会使啊。美国嘛是安尼做法啦。所以讲嘛，我咧讲嘛，这杨老师认为会使嘛，但是我讲宪法讲伊爱超越党派嘛，所以拜托诶，电立文啊，你爱推塞一个吼超越党派的人来，是毋是安尼讲？会使啊。超越党派是你做这个位以后，你咧执行的时候，你袂使有政党的这个立场嘛。就讲李正勇，伊本来是一个恁民进党的领袖啊，伊去做中常会的这主委，嘛是咧做啊，对无？所以
我是意思是讲，我唔是讲按照就政党的比例来分配啦，哦。那你有转提名的机会，你就提几个啊？哦，国民党感觉讲，你安尼你有影在做牛步啊，对无？那阮其他阮踮咧立法院的这运作，阮就点只就跟你。我是想空想胖想讲，看有啥物所在会当大家有一个所在会当大家互相扭一下，看起来敢若无呢？陈议员，你想呢？我感觉民进党嘛是爱负责任啦，上无啦，咱将莫讲责任，你帮我想，看有啥物所在可以这吼，咱安尼讲啦。当去到行政院吼，行政权，你想要做一件代志，你会找100种的方法来做这件代志。你若无想要做这件代志吼，你会找100个理由来讲袂使。即摆咱当着的问题就是安尼嘛。啊，什么民意代表？我民意代表就是代表人民的意思，要甲军人要甲警察加薪，这是民意做出来的决定。啊，谁要去执行？行政院爱去执行啊。那行政院爱去执行，啊钱你爱去找啊。对不？你按怎编预算，这是你的职权啊！你要去编啊！我会当理解讲陈议员你所讲，你执政党你本来就无爱心，吼，啊你就要耐人批评，啊好好去做，去想尽方式去互政务会当来推动啦，吼。但是我还是真好奇讲，即摆还佫有啥物机会有当来表示讲，咱调野哦，我想赖总统已经。拢想过啊，意见协调啊，做开会啊，讲啥？委员还佫有啥物机会啊？其实吼，我感觉讲，咱纯粹就这讲修宪啦，吼，就这总预算啊，咱就讲同实际啦。咱进前有一个18岁会用投票迄个修宪案，对无？调野伫顶一届通过呢，但是公民投票无通过，迄无法度。但是即马都有一个物件。关系到台湾的国防界重啊，叫做无人飞机，无人飞机要来增加保护咱的国家安全。每一党讲好啊，爱啊，爱做啊，奇怪啊，但是到预算的时阵，就有人反对啊，就蔡英文讲的，不，蔡英文就讲的啊，你真正准无爱吼，你就找方找方啦。大家口头，你讲迄个台中市长吼卢秀燕，伊嘛讲哦，这个无人飞机介重要哦。你问讲国民党每一个6都的首长吼，包括民进党的，大家都嘛讲无人飞机介重要。但是3个党都讲阮支持无人飞机的预算，结果咧，国民党的党办是啥？袂使用特别预算。想空想胖啊！我要甲你支持，都讲袂使用特别预算。啊，总共是用年度预算。所以这条特别条例，所以这条特别条例可能这个会期袂过。无啦，这个8月28爱表决啦。啊，表决就免讲啊。好啊，但是即马就咧表态嘛，即马大家拢表态讲重要，啊，但是重要你都要用预算。啊，这是啥？就是拄张议员讲的嘛。人唔是看你嘴咧讲啥物理由啦，是看你行动有真正咧支持无啦。来，上后面2分钟，2位来。对啊，就是讲吼，美容师要就节目讲伪装啦，伪装的意思就是要互你好看，要互你好看啊。我感觉是安尼啦，就是讲你要一直通过法律，无安尼好啊。过去是毋是有发迄个一个人1万2万，若安尼一直发落，迄规个国家会破产呢。你若讲照法律好，我就要通过这，我大家来发钱。政府的工作袂当互你用安尼个舞，舞到尾啊！我讲，伊讲逐项都用安尼来。毋是啦，你会破产呐，你会破产呐，吼！啊，你来讲哦，我的立法权上大，吼！我要通过啥，恁就是要照安尼来发。哦，安尼好啊！连讲若是民进党伫立法院多数的时阵，恁敢会搁安尼讲？绝对袂，你得搁换一个立场啊，袂当安尼做。所以我的意思，大家要准则啦，袂当讲干那讲吼，要拢算你赢的啦，无即个代志啊，吼，立法权再大，嘛爱受到监督，司法权互你创甲无去安尼，因就是咧监督立法权的呢，监察院内底就是公职人员申报，迄嘛是咧监督你的啊。所以，蔡老师的结论就是讲爱集啦。当然，但是这爱集，这就真歹抓呢。咱当然这咱今日的主题啦，吼，就是讲韩国瑜那今日踮咧立法院发遐尼大的脾气吼。我是认为讲咱这个制度有问题啦，因为若照美国的这制度来讲吼，这国会议长吼，伊都是政党的领袖啦。啊，踮咧咱台湾立法院毋是啊，咱直直甲想讲，咱立法院都要做主席，都要中立。啊，毋过你政党在踮咧去相假的时阵，你议长若无一个强制这权利吼，你变咱维持这个讨论。啊，而且这边改制度，只要大家改换头脑就好，是不是？迄个睇到看咧，因为你管理嘛，管理。